好，咁啊第二條題目啦，咁啊第二條咧咁就係多少少錯嘅，見到個對卷嘅時候，咁啊小心啲英文啦。咁啊第一步佢就 x 大過 y，咁啊 x y 兩個數啦。咁然之後佢話就 difference of x 同埋 y 咧就係82，所以第一條式出到嚟寫低先，有機會攞到分嘅。第一條式就係 x 減 y 82。第二個咧佢就話個 product of 3同 y， 咁啊呢度就3乘 y 啦。上一次 MC 班入邊有啲同學唔記得咗個 product 呢個字啦。咁啊3乘 y 啦，咁佢就話係 twice x 2 x 啊，呢個2 x。咁所以第二條式咧就係3y等於2 x。好，一式二式兩條式，咁啊去計喎，佢要個 x 咁啊計啦，咁啊撳計數機啦，咁啊撳計數機之前留意翻x y 下邊都要類似嘅樣嘅 x y 一個數字，所以執一執下邊條式先，執翻好少少。咁如果你快嘅可以直接喺心入邊執噶啦。如果你慢咧就執翻後啲啦，咁啊呢度就係3x 減 2y 等於0，啊 sorry 2x 減 3y 等於0，咁啊將個 3y 抌過去啦，咁然之後你先撳計數機啦，咁就 program 1，咁啊第一個啦1負1 82，第二個啦2負3 0，咁你撳完之後咧 x 就會出答案啦 ，x 就係246啦，幾搞掂。如果你覺得唔穩陣嘅，撳埋 y 出嚟睇下先啦 ，y 係164，咁然之後你再試翻啦，246減164。82，答案就係246啦。